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仿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哥刘浩明。我哋常常我听到脑性麻痹的声音咧，尤其是喺听喺人的身边地方，可能以前讲嘅时间一下冇注意，可能声音咧会有一些脑性麻痹。喺屏东县，喺英国105年的时间，屏东县都成立了脑性麻痹服务协会。嗰隔个一年，到106年，我哋咧从州2点人开始执行以后，为到照顾到我哋50岁以下嘅脑性麻痹嘅患者，嗰度睇我哋睇民国107年，如喺2018年的时间，我哋喺屏东县成立了全国体格脑麻障碍失能的一个日照中心。今日我哋联络到一个来宾咯，如喺我哋呢只行长，同时嘛喺我哋日照中心的主任来到嚟现场，因为入邊日照中心佢貼牌，而唔單止有一啲佢多年的一個課程，同時伊嘛有一個體能的訓練，同時伊嘛把我哋的腦麻嘅聲音咧帶出醫療。因為我睇出醫療咯，今日的腦麻聲音咧，無論講也加上很容易照顧咯，我哋馬上翻我哋只行長來到現場，同時我哋呢注意嘛喺現場，我哋一來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第一係我哋呢只行長李正明只行長，執行長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屏東縣腦性麻痹服務協會呂正斌。同時，我哋今日嘛有請到日照中心的主任邱春芳，邱主任來到現場。春芳真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萬萬的萬和日照的總務主任邱春芳。好，今天歡迎兩位來到我們現場，因為其實我想，在我們的身邊，其實，在我們過去的一個成長的過程裡面，其實我們真的都遇到過腦麻的一個朋友哈。但是，我們節目一剛開始的時候，是不是請我們的執行長先跟我們大概說明一下，所謂腦麻的它這個那個所謂的成型的原因是什麼？很多的朋友都會問我說，小兒麻痹跟腦性麻痹有沒有一樣？其實是不一樣。小兒麻痹呢，它本身是一種病毒所感染引起的，那可能造成的下肢有時候是萎縮無力。不過腦性麻痹，它大部分呢都是在生產過程中，那因為腦部的受到損傷，那會不會造成其他影響？當然會咯，因為它會造成像我們行動方面的肢體的一部分的障礙，可能在姿勢上面也是不是很正確。那當然生活上的一個日常生活都會影響到。那它可能會不會合併其他的一個多重障礙？會，因為怎麼說呢？因為它有時候會影響到它的癲癇，那有可能會影響它的語言的一個障礙功能。那最嚴重的也有可能影響到它智能的發展。那這些呢，其實我覺得在我們腦性麻痹裡面呢，對於這個都是造成它平常很不方便的地方。其實有很多的所謂的行動上面不方便，但是並不代表它的智能上面是有影響的。因為在早期的話，譬如說我們有個黃美蓮博士，他就是本身就是一個繪畫的一個藝術的博士嘛，他就是一個腦性麻痹。那他沒有說他在肢體上面他不是這麼的協調，或者是不是那麼好，可是他展現出來的那種天分，其實是完全不會被他的肢體所掩蓋的。那這樣子，因為其實整個時代在演進的過程裡面，我想經由過很多人的說明，很多媒體的說明之後，其實我們大概會了解，第一個就像剛剛執行長有提到的，什麼叫做小兒麻痹，它是由病毒所引起的。然後那很多在出生的時候，因為產道的影響，或者是在出生的過程的影響，然後產生的腦性麻痹。那剛剛我們執行長也說得很清楚了，其實我們腦性麻痹裡面有一半以上，其實是整個是智能上是非常的清楚的。那這樣子面對於我們在長照2.0之下，因為其實隨着年紀越大，那而且隨着他們自己過去可能沒有那麼好的受教育的環境或者訓練的環境的狀況之下，當時屏東縣成立所謂的腦麻的一個服務協會，它的個宗旨是什麼？我們在腦麻協會它本身在105年所成立，那服務的就是以腦性麻痹者以及他的家屬為我們主要服務對象，那以我們具有身心障礙者然後為輔這樣子。那我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直接走入服務，所以呢，我們在服務過程裡面呢，第一個我們會就是推展我們的復健計劃。那復健計劃的好處就是幫助我們的腦麻孩子降低障礙的程度。然後第二個呢，我們就是要爭取我們的就學的一個機會，因為就學機會對於孩子，因為就學有平等的一個權利，
所以呢，我们要争取这个就学机会，保障他们在就学上的权益哦。那第三个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生活独立，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建构一个就是协助他们在职业训练，或者我们在于一个所谓的庇护商店之类的我们的一个就业的一个事项。那第四个呢，我们会希望就是协助在我们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支持服务里面，然后办理像我们现在的长期照顾服务，就是我们现在2个日照中心的意思。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希望在服务的里面，让我们的一个家属啊，他们得到一些像脑性麻痹的问题的一个咨询，帮助他们。然后我们推广就是教育的一个宣导。那这个就是我们推展一个就是视性的服务。那其实很多的家庭，我们看到很多的报章杂志啊，为什么都会产生一些悲剧？自信心不足，资源不足。所以我们希望在最后一个地方提供他们视性的服务之外，然后呢，来建构他们，重建他们的一个自信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很辛苦的，那一路走来，我们希望把这个宣导给大家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服务过程里面，从就医、就业、就养，然后整个完整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结构，这样子。因为其实唐大的这件事情我感觉到其实quite强的啦因为其实创办人常常我讲屏东其实就是台湾尾嘛其实很多服务到也是我们最晚才会有这样的服务所以我刚刚发现到说，其实在105年的时候，屏东县就成立了那个脑麻服务协会。那我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说，为什么是全台第一家？为什么是说其他县份县市还没有的时候，屏东县却有了第一家？是这样子因为我刚刚说我们在106年的时候是长照2.0，对，它可以开始服务我们就是身心障碍者，而且是属于49岁以下。然后呢，这个部分呢是很难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孩子有些都蛮年轻的，但是呢需要照顾，必须要有经费。那我要走入直接照顾的时候，必须要用社会资源，政府的这个长照2.0。那我们在全国有8个协会里面，所有用的都是社福单位的资源。也就是可能是用联券的那个，或者说一些券目的之类的一个方式，但我们需要走入长照2.0，所以在这一块里面，我就想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成立日间照顾中心，在我们的屏东市，以屏东市为第一家。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过程是辛苦的，因为长照2.0里面很多的设计啊，比如说它需要符合，比如说每一个人要6.6平方公尺，那要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要无障碍的空间、无障碍会议设备，还有一些像多功能室啊、休息室啊、办公室啊，还有无障碍的电梯，这些等等的东西，不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所能负担的。那不管如何困难，要帮助孩子的心，我一定全力以赴。那所以呢，在这过程里面呢，我也经过很多的跟县府他们协调，那很感谢就是我们屏东前任的那个潘孟安县长，还有吴丽雪副县长，他们很支持我们，因为他看到我们的用心，他觉得要帮助我们，因为现在目前长照2.0很多都规划在老人的部分，身心障碍的部分可能就很少，那我何不用这个机会，然后创造我们一个全国的奇迹，也就是说带领我们从屏东来走出来，让全国里面所有都看到，屏东都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而且屏东是最年轻的一个协会，因为我们成立最晚，但是我们脚步最快，所以当时呢，所有的那个长官啊，都会到我们那边接牌，感到非常的荣耀。然后呢，我们在经营过程里面也得到很多的口碑都非常好。父母亲对我们的那个信任度也非常高，所以要到的重点是我们帮助了父母，我们帮助了小孩，我们造就了屏东这一块一个新的天地。所以说，当时成立这样子的第一间日照中心的时候，其实就设备上面就更动了很多，甚至要针对于我们脑性麻痹的一个算是朋友他们所使用的一个方式。在环境上面，其实就第一个你要先找到一个够大，甚至是够方便可以去改动、可以去修正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还要花很多经费开始去做设备上的一个修正。对对对，没错，很辛苦。所以一般而言，你会看到长照里面据点很多，因为据点的那个规范非常的简单。但是呢，日照中心就好难了。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是全国第一？是因为感谢我们屏东县政府，我们一起协助。那其他的县市呢，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么优越的一个环境。那我们在屏东里面长照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一个倡议，然后那其实我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最大的感谢啊，就是我们的团队还有我们的整个工作人员，在我们这个帮助里面呢，很多是可以协助的。那这一块我们一步一趋的去走，然后呢，帮助了孩子，其实你看到孩子的那种进步啊，你就觉得很欣慰，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刚刚你这边来即现场来我哋咧受助人哦，喺我哋灣貨嘅嘛吼。咁當初灣貨係天意揀咩？灣貨體檢呢？哦，灣貨係天意揀。你做體檢？你做天意揀啦，好。係。咁你幾時當初總話我提幾邊做助人咯？因為我們可能我哋離職心中用心嘅努力嚟做嘅羅馬嘅咧合批嘅咧成立嘛吼。伊個希望用嘢嘅咧照顧你嘅咧生意咧，嗰時佢都睇灣民，因為啊灣民要下巴來到屏東體驗嘛吼，啊個灣民啲潮州啊東江嘅高強，嗰時如果人哋可以睇判到東江嘅方面嘅學生嗰度，啊你送喺屏東來嘅話體驗，嗰時都睇咧，現在睇灣民咧嘅就嘅店啊咧。嗰時談到更加，你哋講其實睇我哋屏東嘅話，都有兩間熱走中心嘅。休息下哦，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屏東縣腦性麻痹夫婦協會嘅執行長，我哋李正斌執行長，同時還有我哋咧灣貨熱走中心咧邱春芳主任來到了現場，同我哋講我哋咧熱走中心當初成立的一個過程。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其實我們在這個日照中心成立之後啊，一定會有很多課程嘛，哈。那因為我們現在剛好主任剛好來到現場，我想請問一下主任哈，佢將來熱走中心嘛？因為一般來講，我哋嗰度老人家熱走中心啦，如果那跳舞啦、畫圖啦，但是腦性麻痹嘅生意呢，熱走中心，伊也會伊啲課程很用嘅呀。哦，因為伊呢有安排俾人飲食嘅健康嘅管理嘛，哈，個人際嘅管理，個情緒管理，個吼，因為也有跟你平常時我哋嘛，也有跟你畫圖啦，哦，有畫圖個歌唱音樂嘅啦，哈，個有嗰啲跟你足球嘅跟你設計啦，個你搞人哋用嘅畫啊，可以俾人哋講提供啊，人哋活動用嘅情緒啊啲啊，如果人哋沒會畫圖啊，跟頭嚟講足球都打乒乓係咪？足球嘅話，有一啲種東西啊，如果你設計嘅東西俾人哋搞嚟搞去啊。哦，嗰就等於講有的會課程係針對伊哋可能身體嘅模仿片嘅部分，可以改進改良嘅一個課程。咁等於如果唔單止係靜態嘅一種靜態嘅課程，動態的也有嘛。動態嘛有啊，所以你都可以嘅啊，你自家會跟你足球校，跟你團體跟你課程可以應用啊，係啊。咁一般來講嘅話，一到我哋咧朋友，伊本身會有家屬向下去冇？家屬下巴開書來嘅時節，家屬送來嘅時節嚇，唔放心不，嘅生意走落嚟熱走，下巴會停嚟過嚟看人哋環境樣嘅，不所以按過來看咧放心搞保人哋以後，伊都可以唔是免疫來啦。因為他本身都是阿婆啦。因為阿婆去把生意咧送過去以後，伊即個嘛可以多多休息，冇多多去做自家想要做嘅事情。咁一般來講嘅話，除咗講我哋咧室內嘅課程嚇，我要帶生意咧出去行啊冇？要帶生意咧呀嚇，你相當於利用嘅咧武裝嘅個交通車嚇，所以啲屏東水農場個台南咧做馬來去料。啊料嘅話，因為而家咧要做家裝同生意咧，
增加因的生意同阿妹感情啊，比因的都问咯，看大自然的环境啊，啊个增加社会可以有社会的人要参加，啊你做生意呢，然后阿爸都不天数照顾啊你啊。刚刚我们的那个春芳主任有提到，就是说，后来日照中心有利用所谓的无障碍的一个巴士带他们出去玩，可不可以请我们执行长说明一下，就是说，怎么会想到说利用无障碍的巴士去带他们出去玩这样子的一个环节呢？其实我看到很多家长很辛苦的带孩子，那出去旅游几乎是一种奢求，然后我想说，他们应该也有旅游的权利吧。只是有没有障碍而已，那我只要克服障碍，一切都好解决了。没有错。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在屏东县政府去年的8月吧，8月的时候有一台就是无障碍的巴士，就是很大的那个说可以载超40到40位左右的那个巴士。那最好的空间是因为它有升降。它可以就是你推了轮椅之后，它可以升上第二层的那个，然后进去，然后上去的时候就像富冈巴士一样，它可以帮你扣紧，然后安全的是无语的。不错啊。那我那时候当下就想说，好，那我来租这一台，我们去旅游。小朋友看到有时候看到你看像到海参馆，他们鱼儿有没有？一直说我想要看企鹅，我想要看热带鱼。你能说我不要吗？当然要啊！看到那么高兴的样子，那种再快乐，那种再辛苦都觉得快乐的。所以呢，我希望在这一块里面带他们走出去，然后呢，也有走到走马那里看看那些风光啊，有无障碍的那个。那其实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叫做首航，因为屏东那第一次被我们租到了，然后县府也来拍我们那个整个照片，那广播出去啊。那其实我觉得让他们走出来外面是好的，因为这是一个很正确的社会参与。然后别的那个我们出去的时候，别的那个县市的那个协会看到我们出去，就非常羡慕，真的那个很幸福啦。我真的是觉得说，可能不仅是屏东县的首航，可能对很多的家属跟我们的脑麻的朋友来说的话，也是他人生的首航。对，因为其实。不要说我们真的是有障碍的朋友要出去很困难，你就是家里面有很小小朋友的，你光出去都要大包小包的了，那还算是健康的小朋友。假如说今天我们有一群脑麻的小朋友要出去，朋友要出去，你说今天也许县府刚好准备了一个无障碍的车子，可以让大家在交通上面比较方便了。可是去到那边之后呢，怎么安排，或者是说，然后吃饭的时候去怎么吃饭，当初。怎么会想要做这么要需要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准备功夫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这人就是遇到越多的挫折，越多的困难，我就想要去突破。那刚我们安全无虞了，对不对？那人力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啦。对啊。然后呢，因为我是大人科技大学毕业的，那我本身也是社工，所以呢，我们用社工的这个力量，一些志工的力量，那我们一起团队来帮忙。那整个安全无虞之外呢，大家带出去都几乎是一位照顾一位，然后安全上又有父母亲带着。那你看到亲子在那边难得有一个旅游的活动，然后很欢天喜地的在那边有没有？不管时间多长，那一刹那间就是快乐的，这样子。对，我想那一刹那间对于亲子来说，都可能是一个。永恒都不会忘记的一个印记，因为其实一般来说，假如说今天我们有一个脑麻的孩子，也许我们真的是带出去散散步，附近走一走，根本不可能说走到走马濑农场啊，跑去海参馆呢，因为其实那个地方不是说不好，而是有时候人很多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有障碍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那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一个场域。可是当是那么多人集体行动的时候，其实相对性的那个危险性。就是说你会被别人碰撞的一个危险性就会少很多。那我想请问啊，因为其实从咱哋带出去以后，你这个有嗰种影响几层的一摆的厉害。我哋都去屏东的水农场嗰只嘅了嘛哈，有家长啊、生意的啊，迄个了啊，然后家长拢个欢喜拢有参加因为本来因为办个家长拢唔会。出来当生意呢，过快安尼讲安尼，过快大，所以我哋利用跟
验政府送来那个武装的茶叶啊，哈，带你去水农场了，了又给地方又烤了，都有生意的都可以给你空气个太啊，给你空气又个好啊，所以你家长嘛个听啊。係啊，我都想問下個，譬如講小人嚟拍安尼嘅發通以後啊，家長嘅反應樣嘅呀？個反應啊，因為你冇辦法帶你追量嘛。一般的茶有安尼10批，那有辦法帶你，因為你全部坐輪椅行嘅呀，冇都特別的輪椅個帶台。你冇武裝嘅茶哈，根本都冇辦法追，所以你家長都冇個反應啊。对啊，刚刚我们的主任有讲到，就是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旅游，对于家长来说，他其实他的回馈是非常正向的。那对于执行长呢，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个出外旅游的一个经验呢？哦，有，其实经验非常丰富。那我就举几个例子哈。那有一次呢，因为我们全国哈有一个都有聚会的两场，一个是就是世界脑麻日，它是在10月份的第1个礼拜。那我们会聚集在某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呼吁，就是重视全世界脑性麻痹的权益。那这一块呢，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个活动。那有一年呢，我们就是别出心裁了，那是中华民国脑麻协会他们的 idea。那说我们来台北火车站快闪好不好？大家认为说快闪应该就是咻一下就过了，然后应该不会很久吧？但是呢，他在台北火车站，我们在屏东火车站，这个距离好远哦。好，那怎么办呢？要不要克服一下困难，做一个冒险的活动？都是第一次一个考验啊。那我想说，好哦，那我跟我的工作人员就说，这一趟路很辛苦，不容任何的失误，但是呢，父母亲会跟着一起去。然后我们有大概10位左右，好，那我们的脑麻儿啊，然后一起上去，父母亲也上去，然后全部20几位，浩浩荡荡的。但是问题来了。我们怎么样上高铁？你要高铁上去第7车厢，每一个那个第7车厢才有4个无障碍位置，其他呢？那我们算起来只有8位，他2位呢，要不要移位啊？那移位你知道吗？时间有限呢。左营是起点跟终点站没问题，上去 OK。然后我们到台北呢，台北站不是终点站呢，那我们要怎么办？好，没关系，我先跟那个高铁联络一下工作人员，可不可以帮我一下？哦，他们很爽快，就好，没问题，我们会帮你们。到时候我们人员也会帮我协助，但是不行啊，我们还是自己要确认。结果呢，我们到了台北之后，因为我要分2个班次，因为10个人2个班次刚好差不多，然后我们就下去啊。然后到的时候，我发觉，不如我们想象的，因为不是只有我们而已，还有乘客，其他的乘客耶。那这样一耽搁，我们要在最后的话又麻烦。那高铁那边都说没关系。你们先下，因为你们比较危险性比较高，所以呢，他安排的就是先让我们先走，然后呢，有些我们工作人员怕时间来不及，真的用背的，用抱的，整个有没有都精神都绷紧了，你知道，都不容易一些失误，因为怕说万一如果没有下车就过去了，然后怎么回来？好，那当天大家真的很紧张，好，但是也很刺激啦，好，那。整天有没有到下午4点半？有没有？我发觉，你知道我们在要回程的过程，在那个月台那边，很多员工已经累到坐在那边，好，不过脸上是笑容，是快乐的。然后呢，觉得说好累哦，不过很值得啦，因为难得办了一个快闪的活动，然后呢，全体这样一起来，包括家长有没有？然后你知道吗？家长从此以后都对我们的这个工作啊，非常的信任。那对我们所有的活动说好，我们参加。其实在之前，你知道吗？我克服了很多困难。那我会去家访嘛，有时候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可能会吹到风啊，或者是那个晒到太阳会生病啊。那他们就跟我说，生病的话我们就很辛苦，这怎么办？所以说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会有很多的担忧。对，然后呢，出来之后有没有说你们担忧？都是白单的，然后呢，我说只要走出来就对了，没有错，没有错。我们做得到，别人也做得到啊！你看，全国都出来，是不是很好的例子？
可是对于我哋一般人来讲嘅话，可能出去旅行一件事情係一個幾艱難嘅事情。但是對於我哋腦性麻痹嘅朋友來講嘅話，我去一趟台北，其實唔單止自家，我一個努力，同時也身旁嘅朋友嘛，個努力。有先下我哋喺我哋買嗰度嗰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李正斌執行長，還有我哋春風主任，同人分享講，用我帶藝的呢羅馬生意呢，學出去了解嘅經驗。但是佢特別咧講，大行我哋執行長，我同人講，佢特別嘅事情都講，其實一定有帶過一定去做一啲2日1夜嘅冬令營。其實經常你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為什麼會有2天1夜的冬令營啊？哦，這個故事就是這樣子，因為很多的家長他會很疑慮哦。孩子啊，剛剛我們不是說過了，那可能吹到風啊，曬到太陽會有生病。但是呢，這是我們屏東的感覺，家長的感覺。但是我想說，帶他們出去外面再冒險一次。那剛好呢，我們全國都有一個在12月啊或11月的時候，都有一個2天1夜的那種冬令營。那要住宿哦，那孩子在外面住宿是不是另一個挑戰呢？好，那我帶他們出去。感受到每一個哇，家長都是很快樂的，沒有這種任何擔憂，說孩子會怎麼生病，不會。然後呢，還有可以分享一下家長之間在照顧的經驗。那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哦，因為我們的所有的全國的理事長都會出去，那每一個地方的資源都不一樣啊。那我們何不用這一次的聚會的時間，那分享一下資源？那全體都是一個，我們就說共同的一個家嘛。那幫助的都是老孩子。所以呢，在每一個場所裡面，我們每碰到的一個家長裡面，他們所給我們的都是學習的對象。然後呢，我們其實說到我們的2天1夜是有一個重頭戲，它會有一個就是音樂的表演，孩子們親自上去表演，哦，真的讓他們感受到在音樂方面的那個自信心多好，而且是每個人都是上去，家長也一起上去哦。那我們是一起就是親子同樂的意思啊。雖然不是說很專業的表演，但是那種氛圍有沒有就是很歡樂。那談到我們這個音樂的部分，其實在我們課程裡面安排是有的哦。我們都安排了專業的老師。那因為孩子的那個我剛剛說的，因為他們屬於那種有沒有僵直型，或者說他們協調性不合的那個部分，不良的一個協調性，那我們可能孩子在整個音樂的結構裡面需要專業老師來帶領。那我們專業老師他很聰明，就是利用很多的那個比如說好。我現在節拍1、2、3、4，用每一個節拍來告訴他，當我說3的時候是誰要去演奏，就用這種方式哦。而且他會在每個節奏的前，因為我們在聽到1的時候要打的時候可能慢了，他會在前的半拍或者是1拍趕快跟你講，都很準了。所以每個孩子呢，在學習過程呢都非常非常快樂啊。那我們在108年啊109年的時候，因為那時候疫情還沒有那麼嚴重嘛。那我們在屏東的那個火車站中庭廣場，然後我們就辦了一個感恩音樂會。然後當場呢，因為那時候那個副縣長吳立雪哦，他就非常的感動，就說我們幫助完老麻孩子，讓他出來這邊表演，有沒有？其實是很難得的。雖然他們的表演沒有那麼專業，但是那份的感動是無與倫比的。所以呢，我們那時候就是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表演之後呢，大家不錯啊。然後呢，因為現在目前今年疫情啊就比較減緩了，那可能在我們的10月份啊，可能在我們屏東的那個新村那邊，可能會有一個表演，大家拭目以待咯。像一般人來說的話，即便我平常有在練習，但是你要叫我去上台表演，或者是說在戶外做表演，其實我還是會緊張啊。那我們的那個老麻朋友會緊張嗎？會，但是一回生二回熟。所以呢，我們上次啊，就是在那個我們的太平洋百貨那邊啊，那我們帶領啊，讓他們打鼓啊，然後音樂演奏啊，那之前也有用歌唱嘛，其實我覺得，因為他們的語言障礙關係，所以在唱歌啊，是要用非常大的力氣去唱歌。我都說他們這樣子好像用生命在唱歌，然後但是那種感動就是聽起來就是
非常不一样，不是专业的，但是听起来就是不一样的感动。那所以他们每次上去都告诉我很紧张，但是我跟他们说没有关系啊，不是你一个人，是一群人，一群好朋友在那边，有没有？你不会紧张的，加油哈，这样子。可从这个来讲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假设一开始参加安尼发通的时间，迄唔係每个人如果想去参加，甚至讲佢想要把生意带来去做中心，还是讲有啲人其实係唔放心生意的出现。因为有的家属个破数个吼，因为罗马生意啊，有下把唔讲免得带出来个，个冇个嘛吼。啊，毋过安尼还是要慢慢的去建议你讲啊，从生意出来了，咱个高兴嘛。那么啊，有的乡下都更严重啦，嗰说冇办法生意呢，本来伊照顾啊，啊伊都有的免得讲安尼，可能要付嗰多个钱啊、费用啊，其实伊呢，跟安尼，大部分照顾学生啊，大部分拢个中途的个学生诶，大部分拢伫属于本生意呢，所以他唔会讲花真多钱啊。不是安尼慢慢的安尼，不是马上咧家中电话过联系吧，哈，讲啊生意呢，可能带伊吹了啊，那么快乐安尼啊。咁對於即個嘅經驗地位嘛，很用嘅一種情形，我講用嘅方式，都可以打通啊，等你家屬講把生意嘅帶來你做中心。哦，安尼如果慢慢的聽你講啊，生意不用了安尼這邊你做中心，安尼嗰啲欣賞太個放心嘛。啊，我總係講個家庭呢個困難的話，吼，安尼執行長攏特別猶太人呢，啊，把有時吼冇停的輸錢，啊，你搞本安尼的話，你都可以休息一下啊，所以都唔是按情況啊。咁而家你做中心來講法，一禮拜上課幾多擺啊？上課安尼生意都同嚟同共用生意都生意啊。嗰種生意亦都生意喺早晨下晝有冇？有，早晨就8點幾有攰嘢，到4點，大部分4點半都全部都最攰嘢。嗰種等於講對於啲家屬來講嘅話，雖然同我講嗰度係阿婆嘅照顧嘛，但是至少要把生意嘅送去啲咧有啲專業嘅人，嚟照顧，伊可以上課，伊可以接觸到其他人以外，亦俾存下來攰日咧，伊可以做嗰度洗頭，然後佢話至少話佢哋碌下好好休息，因為畢竟講已經開研究嘅。尤其是碌下有啲生意嚟講嘅話，真係我有一啲專業嘅人，去特別去照顧伊。這部分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執行長，因為其實不管是從我們的屏東縣的一個腦麻服務協會成立，一直到後來我們的2個日照中心也成立之後，在您的一個接觸的經驗裡面，你有沒有看到過，就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社會輔助的一個單位成立之後，它的一個轉變的一個例子啊？其實我們孩子在我們這邊之後，其實從我們看到的他知能的失能程度，慢慢的變得比較減緩失能的部分，很大的長進之外，那另外一個就是我說一個故事好了，因為我們日照中心有小明嘛，那平常我們那邊有復健的一個就是計劃，就是有復健師幫我們做復健，那復健的作用就是讓他們的一些筋骨比較舒緩，然後能力比較 OK。那我們在過程裡面都是每個星期都是有1次到2次，那也有中醫師來幫我們做一些相關的那個醫療部分、治療的部分。那其實小明在這一塊裡面，他非常熱衷是音樂。不過有一次啊，小明的媽媽她生病，也就是說她工作受傷，那沒有辦法，因為我們腦性麻痹的孩子他要起床是要他扶起來，那因為他受傷沒有辦法去做這個動作。那小明很喜歡音樂，當天有音樂課，他就因為小明他媽媽生病，所以跟我說，執行長，我們今天請假好了，然後我們的復康巴士幫我取消。我說好，那媽媽你要保重，那當下之後等了20分鐘，結果呢，你知道嗎？他又打電話跟我說，執行長，我跟你講哦。那個我們小明他今天一定要來上課，他明確跟我說要上課。然後呢，他從床上都是自己這樣用手肘，他慢慢這樣起來，有沒有？你知道那個要費多大的力氣啊？一般人會覺得說，起個床就是這樣上來就好了嘛？不是哦，腦性麻痹孩子他需要很大的毅力跟信心去做這個動作的時候，那個力氣要多大？而且他願意來這邊學習。那媽媽看到說，真的很驚訝啦，因為他覺得說，其實這個動作他以前不會做的，
那小明不会做这个动作，但是今天做了哦。为什么？因为他想要来这边上课，所以呢，妈妈跟我说，执行长，对不起，你可不可以再把车子叫来？没问题，没问题，真的没问题啊！因为你知道，从他的那个声音里面听到他的高兴喜悦的那种感觉，有没有？一定要去啊！这怎么可能不去呢？对，那就是在这个转变里面，其实很多家长都告诉我，其实孩子在这边变得更有责任感了，更有自信心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们的上台有没有，无形中他们自信增加了。对，然后我想给他们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意义，从现在开始，这样子。屏东县脑性麻痹服务协会中心的这行中，都从多人讲法，这行中系李正斌这行中，而这个在面书上面有一句话讲，如果迄纯一丝丝的讲，伊嘛爱过努力的去走两样的时间。我想请问一下执行长，因为其实你本身也是一个脑麻的一个患者嘛，哈，对，那你自己本身的成长过程，是不是造成你现在那么积极的想要去协助其他的一个朋友的一个原因呢？对，那其实我本身呢也是一个重度的脑性麻痹者，只是上天很眷顾我，让我的智能没有受到影响，让我的语言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呢，在这一块里面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发觉啊，一个脑性麻痹者要融入这个社会是困难的，因为他很可能容易被他贴上标签，除非你有更强的信心跟更大的勇气，否则你要融入到这个社会，要独立的活出自我，非常难。那以一种同理心，我也知道，我如果不走出来，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在我们旁边帮忙而已。那我会觉得说，我走出来之外，代表另外一个意义，因为我是脑性麻痹者，我可以带领他们看到，一样的同侪，一样的可以做出来。我相信啊，只要社会啊，还有家庭啊，还有家人啊，可以给予我们一个正确的尊重跟正向的一个支持之下，他们如果可以发挥他们潜能的时候，那我们也是可以从一个被服务者转为服务他人的一个正向的力量。这条路啊，漫漫长路非常的漫长，因为长照真的要走很远，因为我们孩子有时候都才20几岁而已。那这漫漫长路里面，我们只要帮助一位脑性麻痹者，就是帮助一个家庭，也等于说让父母亲可以多到很多的喘息的机会。那这漫漫长路的长照里面呢，我们一定会一直在帮助我们脑性朋友啊，这条路我们不会缺席。好，我们一起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一起把这个路走得更顺畅，啊，帮助他们，这样加油。相同中的这行中有讲到一个重要的启发，天水的生意呢，等于如天水的家庭，或者也路方有按多年看好了天水的生意呢，看好天人生的路方慢慢的行。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很多那么珍贵的故事。谢谢主持人，感谢大家。休息一下哦，到听下的现场来强化运动哦。我跟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点赞，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